所以来关心，有一个22岁姓郭的查甫人，8月底到上海以后，煞失联大约有1个月才长。国台办昨表示，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因为涉嫌诈骗，正在接受调查。陆委会是对此表达高度的不满，认为中国到今拢无向咱来通报。外交部是搁再呼吁民众对海外的求职诈骗爱细疑。新闻内底穿着高雄中山工商制服的，就是顶个月底入境上海了失联的22岁姓郭查甫人，亲友正着急要找人。国台办伫咧23日到有上新的回应，讲姓郭查甫人因为涉嫌诈骗，正伫咧接受调查。中国有关方面会依法保障伊的合法权益。他要么不是被朋友就是骗过去做那种诈骗的，不然就是去玩，然后就是被抓走。国台办无具体说明贵姓男子涉及倒一种诈骗，真实性抑个居留地点抑个确认。陆委会回应讲，基于无罪推定，抑个保障当事人权益，单方希望中共有关部门赶紧提供案件详细说明。中共到即马拢无向咱方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，咱方正不满。不过，这几年来，跨境诈骗案件正严重，就包括真侪代志人士涉嫌假造中国的公安甲执法人员，伫西班牙利用电信网络跨境诈骗中国的民众。今年8月初，要涉及诈骗被通缉或者是限制出境的20位少年男女，想要坐渔船偷渡到东南亚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会跑。好，有水，可以给我水吗？美国国务院等相关部门伫最近发香港经常建议，警告伫香港做生意甲旅游将会有人身安全甲法律的风险。除了陆委会提醒个人到中港澳爱注意人身安全，外交部也再一遍呼吁个人爱注意海外窃偷到的诈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